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0年7月13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2篇，利未记26章第3节到20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互上帝欢喜。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到底是甚么？咱会通讲是追求要甲上帝同大，还是讲要甲上帝同行？是便讲住伫上帝的殿中过门。耶稣基督甲咱讲，伊去是为着咱陪伴所在。要达到这种最终的目标的进程，咱的目的是要追求迄个互上帝欢喜的生活。亲像一首诗歌的歌词安尼写：亲近搁亲近，近主心怀。有人翻译做亲近主心，意思是讲基督徒的生活需要一日搁一日甲主拉亲近。保罗伫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批信内底，咧讲到即间教会的信徒确实是学习怎样伫生活顶悬来互上帝欢喜。但是伫保罗的话中，好若亲像讲因的努力还无够。伊讲：我互主耶稣的名劝恁。要求恁必须爱搁较努力。亲像咱顶悬所引用的诗歌所讲的，亲近搁爱搁较亲近。第3节的歌词甚至安尼写：爱终身亲近。英语是讲 While life shall last。免怎会当甲主亲近，互主来欢喜？保罗讲，着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照着保罗批信的内容，咱知帖撒罗尼迦的问题是欲望，这个真严重。其实这是罗马帝国文化本质的问题，是性顶悬的问题。罗马的公共的治是最有问题的所在。正的外邦基督徒的生活必须爱脱离这种罗马的文化的影响，这就是保罗所勉励因的代志。第5节的经文，保罗安尼讲：毋是凭着情欲，也亲像遐毋捌上帝的异教徒同款。更较清楚来讲，基督徒的行为标准袂当用迄种反正大家拢安尼做，是爱颠倒来思考，讲上帝欢喜咱安怎做。迄就是讲，有一个基督徒的运动叫做 WWJD，What would Jesus do？ 若算是基督的事，伊会安怎做？来去做思考。保罗警告因讲，袂当单义来行事啦吼。因为上帝选召咱，毋是要爱咱生活伫迄种的污秽中间，是要爱咱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利未记是旧约中间记载犹太律法最多的一卷册之一。但最近一直咧强调，迄个律法是要爱咱知什么是毋对，什么是无应该做，什么是上帝所无欢喜的。虽然律法毋是得救的方式，但是却会当帮助咱来学习过一个圣洁生活的准则。如果咱遵趁上帝的旨意去做，就要得到福气。如果咱相信上帝所赐的救恩，咱就要得救。利未记26章第15节讲：恁若无遵守我的律法甲条例，去杀甲我所立的约。16节安尼讲，
我要刑罚恁，我要降灾互恁，互恁患绝症，有害病，目睭花，精神无好，恁野种也无路用，恁的对敌会食着恁所种的，后壁佫有真济。俗语咧讲，好啦，亲像咧讲，人若无照道理，天就无照价子。安尼代志其实伫现代也伫发生的中间。咱来想看卖啊，伫生活中有偌济代志，有甚款的代志会通互上帝来欢喜，或者是讲咱有做甚款的代志是上帝无欢喜的。伫尾后，牧师提供几个问题，互大家思考。当然，兄弟嘛会通家己来试想看卖啊，搁较济生活的问题。第一项，伫即个mall内底的 shopping cart 要放伫倒位？随便放就好啊，因为大家拢安尼做，因为因有聘人专门咧收，或者是讲应该爱塞到一个咧放 shopping cart 的所在。怎样做上帝欢喜的代志？第二个，我的车性能介好，我的技术嘛袂歹，所以我咧换车道换咧介简单啦哪也需要拍灯啊，我咻一下就过去啊。这敢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第三，我知影某人的思绪。我为着要表达我关心伊，搁互足侪人来关心伊，所以我四界去讲伊的处境。我毋知影安尼敢是正确的。问题毋是干那遮尔，会搁较济，请咱家己来 apply 搁来思考，来反省，伫生活顶悬会当来见证，互上帝欢喜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7月13号。我们的经文是诗篇92篇，利未记26章第3节到20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讨上帝欢喜。基督徒的生活目标是什么？就终极目标来看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追求跟上帝同住，跟上帝同行。诗篇也说，住在上帝的殿中，顾门胜过一切。诗篇，耶稣基督说：“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”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去那一个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。但是达到那个最终目标之前，我们的目的是要追求那让上帝喜欢或是欢喜的生活。有一首诗歌的歌词这样写道：亲近更亲近，进主心怀。也有人翻译成亲近主心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的生活要一天又一天的与主更亲近。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，这个教会的信徒的的确确是学习了怎样过，在生活上面讨上帝的喜欢。但是在保罗的言下之意是说，他们的努力还不够。保罗说：“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劝勉你们，要求你们必须更加努力。”就如同我们上面引用的歌词所说的，亲近还要更亲近。在第3节的歌词甚至这样说，要终身亲近 ，While life shall last。如今如何才能与主亲近，讨主喜欢？保罗说，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根据
保罗的书信内容，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欲望的问题上面还蛮严重的。其实整个的罗马帝国文化本质本来就是在这方面，特别是性的方面有很大的问题。我们所知道的罗马公共浴池就是问题最严重的一个地方。而这些外邦基督徒的生活就必须脱离罗马文化的影响，这是保罗给他们的劝勉。第5节的经文，保罗这样说，而不是凭着情欲，像是不认识上帝的异教徒那样。所以更清楚的说，基督徒的行为标准不可以说反正大家都这样做，而是要思想上帝喜欢我们怎么样做。或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基督徒运动叫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？ 如果是基督的话，他会如何的做？用这样来反思我们的生活。保罗警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，他说不要便宜行事，因为上帝选召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在生活在那种污秽当中，而是要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利未记是旧约中记载犹太律法最多的一卷书。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律法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错，什么是不该做，什么是上帝所不喜欢的。虽然它不是得救之道，但是却可以帮助我们来学习一个圣洁生活的准则。如果我们遵循上帝的旨意去做，就必蒙福；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所赐的救恩，就必得救。利未记26章15节、16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：你们若不遵循我的法律和条例，背弃跟我的立了约，我要惩罚你们，我要降灾祸给你们，使你们患绝症、害热病、眼睛昏花、精力消耗。你们撒种，但没有益处，因为敌人将吃掉你们所种的。那后面还有更多。就像俗语说的，人不照道理，天不照甲子。这样的事情也正在发生当中，不是吗？我们来试想一下，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事情是可以让上帝所喜欢的？或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说，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做的上帝会不喜欢的？下面牧师提几个问题给大家思想一下。当然还有更多的问题，兄姐可以把它增加，或是说在生活当中去做反省。第一个问题，在卖场的 shopping cart 要放在哪里？随便放就好了，方便就可以了。有人就这样说，因为他们有聘专人在做啊，或是说推到该放这个推车的地方呢？怎么样做是上帝所喜欢的呢？第二个问题是，有人说我的车子性能很好，我的技术也不错，所以我要转换跑道的车道呢，很容易，哪需要打方向灯啊？我咻一下就过去了，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上帝所喜欢的事。第三个，我们多多少少会知道某人的私事。有些人说，我为了关心他，或是我为了让更多人来关心他，所以我到处去说他的处境，这样对吗？我们可以把这些想法 apply 到更多的生活范畴里面。愿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他所喜欢的人。